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《不是来个节目。大家有试到无？就是钢胚安样个买体吼，用人讲都讲唔听。两球咧，当流行一种个钢胚个原理按照碳十法，在168啊，在2004。不过你倒带黑嘛个好，你邀请到金融师来到节目底度啦，大家好好来讲一下。今日咧分享你今届来宾其实系当球网看到个乔一峰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乔一峰哈。当球冇看到哈，真是欢迎老师，老师真是当球冇看到。唔讲吼，线上来到两边，讲杨幂就会讲嘢咧。系啊，大家是风水师哈，因风汉家人好是风油啦、钙鼻啦哈、铺天板啦、炒柱葱，系啊，讲到吼系个后水特别点哈。真是。不过讲后水特别点，不过今日讲嘅话题，其实对咱乡亲朋友吼想讲，因为减配其实是有点5年前讲减配，好像谈下去讲，用安因咯。你才开始想讲，因为5年咧嘛，难免咪是到好多嘅东西，所以你老大家好好咧讲一下减配两件事情。两个礼拜先少一些些嘅，可能5年时类时间，好不会这么罪恶感。系啊，我爱用改感。系啊，哈，假使掉东西吼，唔会咁讲好歹势哈。过一年以後吼，三伏中燈吼，跟用個山咧，馬上是春天來了呀。係啊，因為可能也無形的配重要啊。所以今日要強調，線上呢度節目地度，我覺得我哋好好嚟討論一下，你嘅研究真的當流行看電視也好，你是上班也好，大家都會討論嘅問題，斷食法，說實話。斷食法已經不是什麼很新的名詞，對不對？因為以前都會斷食啊、拍頭。不過連它跟數字有關，我們很流行一種叫做168、204，按用改斷食法。線上做啲簡單咯，大家講，你係乜改原理？好，特別按講我是斷食吼，是講吼，我3日冇食東西，我1禮拜冇食東西，我2禮拜冇食吼。咁冇食是你唔對買通薯，嗰度一定吼，講買拍頭。該特別的方式，如果該按嘅方式吼，當你身體打發退去，好，你也是講核心的方式是講，你吼，因為特別該斷食方式是你超過按當你冇食好，慢慢按身體是會降浪，你新陳代謝率變大，是人類的個效果人類唔好。你也是一種新的方式是講，你唔是講吼。1禮拜冇食東西，你最多是講吼2日吼冇斷食時候，斷食冇超過2日，因為超過2日之後，個體上面你新陳代謝率是變大的，含排效果是唔好。你是講1日吼有一段時間冇食東西，一段時間食東西，你講1日一段時間食東西，1日冇食東西，先講你身體我們講個斷食就講168，哈，冇是24，對，哦，冇是222，要屬於挑選數字跟一定係16，哦，如果應該講我是8做得冇，我5做得冇，做唔得，一定係16，哈，是講你冇食東西時間，你至少會超過16.9，因為16.9是講你身體嘅反應，好，等你冇食東西嘅好都是為藥。都是為藥，體紅會溶的，你五性本來係湯粉，好，五性湯粉就乾就有湯粉，好乾糖，好，你受肉啲咪有湯粉，跟乾糖，你開始冇食東西嘅下，你都有湯粉拿到溶，溶等湯溶睇，有冇東西嘅下用個啥呢？是都是啲咪都係配肉拿到溶，錯，嗰陣用配肉拿到溶嘅下，嗰陣僅僅是講，你五性都係。配肉長就把消化體，係好，記得一天長開始都是藥嘅感覺，要個頭器官要唔會藥嘅下，你長僅僅拿出你五性都係配肉拿來溶，你個脂肪拿來溶，對，所以你一天超過16.9，你嘅配肉就會溶體。拿出來溶，冇超過16.9，你估下講未唔會溶到你嘅配肉。係線上意思就係講，譬如講你忍耐，我運到10個小時，10點鐘都冇食東西，冇好，因為運到下午嘅時間，然後你性當嘅配肉拿出來燃燒，才有意思嘛，對不對？就係前時嘅降配。係，佢因為研究講，當你配肉拿出來溶解下嗬。其實對人身體有動多幫助哈，像個不管係168或是24，168是你16.9冇食東西，8.9做的食東西，24是20度
20个小時冇食東西，是4點鐘叫做食東西，還有22是講22點鐘叫冇食東西，是2點鐘叫食東西。按道方式其實對按來講吼，20點鐘叫冇食東西，你其實吼懂掉。最好的方式是16到8，好，你台題來講還有法度做得到，所以你下當流行講啊16.8。用168的方式分減配，記得16點鐘叫冇食東西。嗱啲因為市場線上講嘅吼，你看是你用24點鐘，對不對？吼，那大家是會想講，剛剛健康16八是係16點鐘。包含睡覺啦，你冇食東西，你是有8點鐘嘅時間做啲食東西。現在你簡單舉例好了，比如講你早先8點洗澡。你做啲食東西食到下就4點哦，是冇食的，是做唔得食的哦。下就4點係到提你早先8點才做得食。先生講20到4是係20點鐘做唔得食東西，4點鐘做得食東西。比如講你早先8點食，咁你食到中午的12點，是冇食的，就不可以吃了。所以中午的12點都提你係早先8點。好，先生一開始恭喜才會。根本沒有辦法忍受飢餓這麼久，所以信上才會講，你走得懂16到8開始慢慢的執行，對不對？其實你要那種方式對你身體是提好哈。哦。咁16到8哈是有啲人講，我走得動就12點食。哦。嘿，到8哈，按不許到10到8點。其實有發覺講哈，有時早啊，人還有法度減肥。其實最好方式是早先頭7點食，7點半食，食到下晝頭3點半。哦。按樣方式減肥。提好，嘿，當就12點吼，到暗晡8點，效果冇咁好。因為講下晝頭就行起去漲到暗晡頭到12點，吼，比如講下晝頭4點吼就8啦嘛，12點那是，啊就放過下那唔好。記得睡夢前吼6點鐘叫盡量冇食東西，行起2點鐘叫冇食東西，啊加上睡夢到8點鐘叫啊都好16。愛啲，信上嘅意思是係講。越接近水末改時間，盡量冇食東西。比如講你食該東西改8點鐘，你不要故意講我可不可以按不然6點到按不然12點，然後1點是水末。信上的意思是，黑公你的如果你可以吃的8小時，盡量讓佢移到早上。早先改7點到下晝改3點，這是最理想的時間。減肥效果提好，對不對？老師剛剛問一下。24一定比168好嗎？聽說比佢好麼？冇會聽啦。其實你4點鐘叫食，你會一定要，你會滿到啦哈。你會最多你是3碗到4碗，你是包必必。你是講4點鐘叫本身是個行業，食東西的分量是較少。他就對你的觀念是講吼，韓國啲啊吼是8點鐘叫做的食東西，韓那8點鐘叫呢，我是逢食食鋪鋪件件的東西，比如講吼，我是鋪蓋派啊，鳳牛㗎，珍珠奶茶啦，吼啊，食那啲東西唔錯，不行的。咁8點鐘叫你食東西，你食東西咪會均衡。嗆菜是倒掉，錯一串吼1碗嗆菜，嘿，好水果莫想倒掉，水果是常在2種天天碗倒，好還用吼咪準備碗倒，用菜因小巴掌安因差不多，最多吼小巴掌安台，最多6分安是好嘞。我理解信上嘅意思，信上意思係講，你8點鐘做唔得行，你做唔得8點鐘乜解讀那類型，因為佢不佢目，我覺得老師我聽你這樣分析，我覺得目的有2點呢，第一。你拉長了空腹的時間，可以燃燒身體的配尿。你該8點鐘食東西，其實是縮短了，也減少你吃進去的熱量。所以所以有2個目的，所以你不能講，你總得講該8點鐘來做得食，哇！那麼改讀那類型，然後是動，那你就不會成功。總得是buffet，因為講我8點鐘還寫 buffet，寫 buffet 我餓了16個小時，該8點鐘還吃到飽，這樣是不可以的哈。實際上我們這邊有一個，就是說就是這個8個小時不是說恣意的吃，可是這8個小時裡面，我們有一個什麼東西是是不是完全都不能吃？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跟老師來分享，就是說168斷食程度的變化。比如講，老師剛有說，是不是完全不能吃東西，只能就斷食的時間？斷食吼，走得啉滾水，可以喝開水，炒米茶。那黑咖啡可以嗎？走得。黑咖啡走得。哦，然後跟莫講拿鐵哦，因為拿鐵
如果可以是做的一点点拿铁，有一点点牛奶哈，我是调的一点点做的。这是刚开始哈，不要说一下太激烈安尼。有的意思刚开始个柠檬水没做的，因为个没热量哈，我是热量动态很低的小点心。还有点讲低热量小点心，讲俺是杂汤做的吗？哦，对。做对吗？尽量莫添的东西，都莫添的东西。你是点心莫去添的，你就是该黄瓜，小黄瓜，小黄瓜，我是该风吹条，风吹条，该好好。因为你只要你好是一只汤下去哈，你的血糖是会过去了，你的胰岛素是上来时你的油莫溶，油整起嘞。那个16个小时就白饿了，白饿了。该乡亲朋友谈到俩是会讲，还有嘛该注意哦，你先聊下，等下张总在讲。今天台高的分享诶，你大家都流行什么168-204？刚刚老师讲的好详细，简单让乡亲朋友经历一下。反正是16点钟某些东西，8点钟做的是下午咧，因迄个进食铺是20点钟某些东西4点钟做的是。不过你要注意哦，第一。係講該8點鐘做啲食東西，唔係乜解到哪裡去，因為啱時聽到冇法度好減肥。假如講到食到湯做啲冇做唔得，因為線上有講到壓力哦，那個16個小時的目的是因為我們整個人體的新陳代謝先燃燒糖分，然後最尾做啲燃燒脂肪，所以大家講嘅配油係講你撐到第10個小時食到湯，人體是很精密，就是有感覺了，有一個糖進來了。所以它就會開始啟動身體的一些機制，所以你就白餓了，是怕藥嘞，因為它就不會燃燒到配油。好，所以這個是幫大家總整理哦。我們台大圍起頭好像有點難，然後又好像很簡單，對不對？想說那8小時我去吃 buffet， 黑莫是吃炸雞，總的。所以在這邊雜工到台大做最後的總整理，我們有一個斷食完整攻略，因為總是要慢慢來嘛，信上對不對？比如說一開始我們可以先設計自己的8小時。那老師剛剛有建議啦，比如講造型改7點鐘，多下就改3點鐘，提好。不過大家應該走條路改風險冇強嘛，就都因為水好緊，所以第一我幫老師講一下，你可以用幾個改8點鐘，對不對？第二，老師我們是不是要很注意水分的補充？因為飲多多水呢，因為你配用那個溶解下有冇？身體會水還會走出去，你感覺還會皮偏鬆，腰好抖，是因為個最主要配用到咧溶解下，會先會生酮反應。其實你有啲嘢是會感覺氣管要最高要得，手個力來顯，要手力來顯示又好，這樣自己又發到減配。你要到氣管要手得手水光來，手水光來顯。好，家長因為就是講，家裡快太的顯，好，家是家在緊緊生酮反應，因為生酮反應當緊緊是拿的你無性來配肉，好，拿的溶，家長緊緊生酮反應，哦，家因為生酮反應基本老你無性當到水好，咁樣講走出去，它就排脫，因為當到有的東西，你配肉啲本都好會。當到垃圾東西，好，嗰啲垃圾東西，從應該斷食方式該本要研究該下好，嗰啲垃圾東西會走出來。你一天要飲當多水，然後垃圾東西排出去，所以一天要多飲滾水。嘿，還有現在剛才有講到，就是說越要睡覺的時間，避免甜豆，就是盡量少吃。冇錯哦，老師剛好講6點鐘嘛，6點幾，最後6點鐘。12點睡冇感應，6點過後冇食東西，要用提好。還有一定要均衡啦，冇錯。減肥是係用減肥咩講？我8點鐘嘛該就做得事，好來食東西咁。其實乖下都要搶菜，因為搶菜你講你還有一個觀念是講有的東西有熱量，還有的東西含個負熱量，嘛係負熱量，兩個東西吃下去不你無性度哈有兩種。你配肉有種是下個你們講咖啡色的配肉，你係白色的配肉，咖啡色的配肉。是還會燃燒脂肪，白色的配肉還唔會燃燒脂肪，因為搶菜是下去，個咖啡色的配肉還多，是還會燃燒脂肪。
哦，那比如讲嘛该菜，好，比如伊讲菇类啦，吼，菇类吼，像因为讲是该金针菇，金针菇是下去吼，应该内脏脂肪会减下来，是因为佢嘅肉的东西，佢本身地表嘅燃烧脂肪係嘅效果較較好，像菇類其實當好，因為菇類是下去吼都是好會飽，吼，喺地表興奮其實咪有幫助，吼，啊菇類吼，還有都是像菜吼，比如講你是該小黃瓜，佢咪有法度本身燃燒脂肪下多，你是講你是該小黃瓜，你當當你是小黃瓜，氣管減肥效果比較下好，好，不過有人下浪帶，你是小黃瓜，有等於是。感覺冇法度甲水冇法度走出去，冇想過你小黃瓜一定煮過，哦，老豆該買，腳麻下去是冇人浪帶，其實沒有法度本身水下會走出去。係，我啲比如講，你冇講哦，我基本嘅是嗆菜，還是當到魚啊、番薯啊、爆香米啊，像爆香米水，大家會講哦，迄個是嗆菜，不過其實它是澱粉，熱量很高。其實有幾項雖然講嗆菜對身體體好，我有幾項東西絕對唔係嗆菜，大家記得，該係盤，爆熟，爆熟係盤，好，不管你哪樣爆熟，還有該番薯，好，還有金瓜，還有魚，好，還有該皇帝豆，該頭，好，你如果感覺是講，你一到嗆菜還有該山藥，該筍盤，你一到筍盤嚟該。嗆菜，佢雖然係嗆菜，不過筍盤佢有個特色是，咬到個嘴度，緊咬緊甜，緊咬緊甜，佢是湯粉下高嘅。但是絕對唔好講吼，啊，見咩減配防曬士，該防曬士係而家現在是為熱態。了解。先生個你講到一半，你會講到係咩？其實比如講大家會講係個我執行168。咁樣子會講好，唔會有胃食道逆流嘅問題，做啲減緩，係冇所謂做啲小小的改善。一定有冇胃食道逆流？是你下人吼，喺睡夢之前吼，防曬士是甜嘅，是甜嘅，是配嘅，鋪蓋片雞排，雞排是下冇是鹽酥雞是下是就會馬上睡夢，開始胃食道逆流。還有你下東西食品添加物太多，冇效法。太白的麵當簡單，太白麵是麵粉落水，你下麵他家講個麵冇 Q 冇食，人們種 Q 呢，地白了到東西下是是法 Q， 有啲添加物。那添加物是冇效法，冇效法，因為人哋胃動奇怪，你到東西感覺係我太白食嘅東西，那東西怪怪，我什麼不去效法？因為講不去效法下去吼，你吼身體會壞體去，其實佢都不去吼，人什麼不去下去，開始胃食道逆流，所以你要人動到你食東西嘅風險唔錯，吼，還有人好似個珍珠奶茶，珍珠其實都冇效法，珍珠食下去咪胃食道逆流，因為佢有甜，佢嘅油係咪呢？佢嘅油是該飽和脂肪。珍珠奶茶其實未當為胃食道逆流，所以應當好是珍珠奶茶吼，會該改派，破壞改派，兩項東西等於好水膜前血保證一定會胃食道逆流。其實胃食道逆流是唔錯東西，還有橄欖果甜當好食，橄欖果好食，第二點油豆是冇效法是胃食道逆流，還該最主要個甜的東西為什麼會下豆是胃食道逆流？等於用168，你記得你6點鐘叫睡夢前6點鐘叫你胃過來空，你哪會冇東西才會胃食道逆流？沒有胃食道逆流嘅機會，因為你並不冇東西嘛，胃空。不過講到呢一邊，大家是咪就哇，唐先生講起頭尾去到講哇，動長掉哦，你講完全做唔得先嘅，因為頭擺個斷食好可怕哦，2天不吃東西，3日冇食東西，不過你係做得事，不過有的人不適合。對不對？比如講，我們這邊會講說，比如高血糖或是糖尿病患者，就完全不能輕易嘗試。糖尿病人等於血糖超過200、超過300是冇嘅，你知嗎？因為佢血糖超過，表示講佢啲嘅胰島素唔拉，等於是按斷食상시會跟從按樣方式其實會有點危險，有等於是會跟酮酸中毒，或是有高HHNK 高滲透血糖中毒，就等於是會問題走出來，等於糖尿病有配嘅還有少嘅，配糖尿病做得斷食，少糖尿病做唔得斷食，還有打胰島素冇做兩樣風險，最主要是等配嘅糖尿病。加下斷食下去哈，慢慢少下去，其實係有對糖尿病有幫助。所以
所以唐先生讲，其实糖尿病也不是完全不行。嘿，不过师兄先生讲，你也是了解你自己哪一种感觉，啊，你适合什么？然后这个要跟我觉得最好方式还是跟营养师讨论。营养师他就跟医生基本可能也倾听哈。了解。你要打造医人的个新陈代谢科台医人医生，你这么地讲，你要蛮了解哈，你要都在学下摸学下。了解。他因为你胃哈胃唔好都买上图，等胃出血来因，胃溃疡当厉害因，加上做唔得。哦，就等于小小肚肚胃食道内流，该是没问题，就没有关系。其实胃痛就当做是找胃夹摸事情，该心理的压力强大，因为胃痛。哦，啊，不过前期胃溃疡该是唔好，吼，该最后胃效果好都有十来，吼，还就等于是讲啊，你要放日性红啊，就是哺乳。嘿，好，它你要有声音该哈，其实莫容安有风险，因为产生酮酸嘛，对声音其实不好。嘿，其实没讲到俩，其实我们还是要搭配运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该干配，你得讲哇，你爱用血是还是要搭配适当的运动。嘿，你干配走，你168你差不多走2礼拜、3礼拜以后，长开始润痛，该润痛效果长好哦。因为长开始你热量低，该哈你润痛因为不管哪种减配，肌肉一停息个就在瓶颈，对，该瓶颈该还长得润痛，该长养好效果还然后做一些像是肌耐力、肌肉运动、肌肉深蹲呐深蹲核心肌群，训练那个肌肉，其实等于是无氧运动去让也是同步消耗按你改热量，就这样讲错吗？哈，有疼痛比冇疼痛好，但冇法度做深蹲因，你至少当一行啊，在半点钟就没好。好，所以先生讲讲到你啊，大家要知道，其实比大家上好简单一些些，莫按困难。不过先生也有提醒大家是讲碳是对大家来讲挺困难，还有做的我们说讲减低热量法。不过大家大系嘛，你先聊下，你等下再来讲。你讲到碳水168二郎洗，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走得去这行，其实也不会太困难，因为至少有8点钟走得好好的吃东西。啊，不管你按摩碳水本来就是要均分饮食，是那种乱食，不管你有没有干嘛168、204，你本来就不可以暴饮暴食，本来水好好的均衡饮食嘛，哈。所以不过欣赏你等下要简单来讲，讲碳水对大家来讲其实更困难，其实也有那种低热量。减肥吧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教育当中应减肥去动简单，是讲安不是头吼，水末前10点钟就莫食东西，搭趁时买动简单，该盘半碗，哦，趁时2碗呛菜，我是呛菜猪头是2碗，盘半碗，肉半碗，按时候嘞，趁时3碗。对啊，师兄先生讲其实简单讲咧，大家有发现无？就是莫是人打的，莫是该乱搞，莫是破解东西。你系讲只是该用时吃到身体的优点度的上来降配。像先生讲盘好是少，盘是少的哦，肉1碗，然后香菜1碗，是不是有效果？是有效果，莫是面包，莫是橄榄果，胖点东西好，怪莫是身体不少。就是，还有该偏离点的东西，莫是身体不少。哎呦，优格可以啦，老师，优格做得啦，无糖优格，做得试一下。还个一包包个汤哦，干然后我看到当伙食时拿来房间卖，那个真的很迷人，很迷人。但是莫其实好啦，最主要是因为该的东西不你冲地不该好的菌，你给它拿不太够。超好啊！真的，我躺到用什么讲，大白起都该便宜送点，所以就很想要买个洋芋片来吃，有吗？啊，那个实在是邪恶的食物啊！邪恶食物。不过讲大家欣赏，我们也可以自己煮嘛，改紫鸡的青菜汤、呛水汤，冻简单啊，竹笋煮汤啊，上些安德铺啊，干叶铺煮汤啊，我感觉热天是水瓜汤提简单啊，水瓜拿来煮汤时候啊，莫了讲我比方说小猪肉啊，莫比方说干肉，好，比方说干肉，比方说小猪肉还有热量，好，还麻烦。汤有点油嘞，他刚刚当为竹筒啊，然后简单的上西干，番薯啦吧，10时候啊，按时候啊，莫头油膏啊，好啦，番薯啦，叫妈西按时做得嘞呀，10时候，按时吃都没带口啦，因为番薯啦哈，地板还有样东西是贝塔胡萝卜素，贝塔胡萝卜素我本来跟胰岛素
敏感性它若好，对因减肥很有帮助。好，所以你适唔适来呛出，你有法度减肥。错哈，不过讲到俩哈，除了今日大家都讨论安样改吞食法，其实前一场诶，呀肥松改热门改加名词是黑暗豆生酮饮食。不过生酮饮食，现在这很有趣，那个热度好像又过了，就是。对，不过俩根本去做嘛，有杂工拿出来让大家来分享，所以我觉得线上有在观点特别让大家讲，因为该用是生酮饮食，大家袂记得我不吃淀粉时候咧，我爱做咧淀粉以外，丰盛新肉，大家会讲新肉做咧补充蛋白质嘛，卵拍质，可大家忽略了一些小点，对不对？冇错，当导演讲，应该新肉，应该是配猪肉，其实吼，该还是冇老该生酮饮食吼，研究好，没有讲清楚。我记来生酮饮食。有个观念是好肉混坏肉，总的是配种肉哦，是配种肉下去哦，该是坏肉哦，该是坏肉下去哦，该生酮是吞时间吼，血管过啊，切调料，嘿，跟我记来已经真好嘅生酮饮食，使用嘛，用橄榄油做油，好，又等于使用个洛梨油做油，好，冇人用配种油做油，就是好油啦，好油长又好。我了解了，其实老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简单来讲是讲，黑讲你继续走生酮饮食，你要做的彻底。所以彻底的意思是黑讲，你某是淀粉，你某是泡，某是无啊，某是金瓜，某是马铃薯，某是山药，可是某是饼，某是饼，可是那样今天重要。错啊。基豆可能会是生菜沙拉，可是佢饼诶可能是好，比如若梨很有营养，又是好油，系冇基本讲饼橄榄油。哎，不过就推翻系讲大家系做生酮饮食，一开始讲，哎呦，我冇是淀粉，不过爱食肉，哎，唔拄好啥食到坏油，所以就像先生讲的，那不行啊。因为是三千肉，我是得控肉，我是得放推咧做生酮饮食，哦，唔系安尼咯，你是控肉下去吼，该切对吼。你抽嘅胆固醇就够，血酒就够，总得。不过讲到现在加有讲到系讲你抽血，所以大家有发现胆固醇。线上说实话，其实大白吼东一走该健康检查的时间，当然健康检查走得走动油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讲了一个比较基础的，大家一那都该控检检查该报告一下，一看是先看该红字什么有胆固醇有吗？所以胆固醇量下该控检检查台中好像200，超过200就变红字了，所以大家就会特别的对这个有了解。所以老师，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胆固醇的迷思，比如老师刚才讲到，比如以前的人就会觉得说不能吃蛋。对不对？食卵切对不？什么胆固醇很高，所以很奇怪哦。他去食红肉哦，不过佢唔食卵。嘿，对，人就胆固醇，不过是安因啦，就等于是讲吼，咱体养是有种因是动少，不过胆固醇动高，有，该系遗传性来哦。该都食卵什么出事情？好。等配胆固醇够啊，你是人什么事情？在遗传性来哈很麻烦。遗传性来其实是肉在诱发头，因为本身佢对个胆固醇代谢是就出问题。哈哈，了解是我觉得老师讲都是很遗传两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可能上串造型都是吃麦片，或者是配好的蔬菜水果，然后呢，也润通，然后配用啊，不够胆固醇动够，那就是因为遗传的关系。师兄信上讲，你撇开遗传来说，其实胆固醇的隐性凶手就是你不要吃到好嘅油，或是配用。蜂药讲嘅道理，大家都会是蜂药，大家袂是讲甲加起来有冇配咯，加笋干那样嘢是有动好事，可是那个就真的不行。对，它就等于是在因讲，我明明是在因为胆固醇高，错，因为哈有行东西是饱和脂肪，该饱和脂肪是就等于哈，我们讲就等于有地本就饱和脂肪，比如讲哈，该椰子油啊、莫棕榈油，从一些在因当好是买，等于是大概酥饼，萝卜丝饼。因为东西也不易酥脆好吃，地不一定炸豆皮，嘿，又饱和脂肪，所以又都因是安样问题。好，按讲下嘅，等于胆固醇强高因吼，该饼啦吼，还有该洋芋片啦吼，还有该其实该的烘焙食品尽量莫是安多。除了讲你要点嘅烘焙食品，嘅油唔系用奶油，嘅用
橄榄油去做的，该什么问题？奶油其实袂会被你的胆固醇调高。所以大家有发现冇？去讲来讲去是不要吃不好的油。冇错。其实因为其实就很基础概念就是很基础。刚才线上又讲到实在，为什么实在胆固醇没好高？因为系讲你食嘅在都是加工食品，比如讲啦，就是挑白感你实在是因为总的信用嘛，都是加工食品，然后油系泡泡炸炸嘅东西。冇错。那你用嘅油系讲油咪当好嘅油，泡泡炸炸，对身体当然是唔好。咁我讲到你大家，我要让大家都问这问题，也是一个迷思。先生，大家要讲，你要吃早餐哦，你不吃早餐会变胖哦。係咪要按我嘅講法？你睇下，你講168有冇？等於是早餐的168還要好，我是早餐的168好不好？還是佢哋是早餐它好？所以其實那是一個迷思，對不對？一個迷思。最後其實你可能特別應該出家人啊，該補充哈，就過午不食，大概乜小身體好好。你下可能係個苗地百度吼，嗰度貴啊，身材下抬橋。等於找特別風氣過午不食，大概就是少。老師，我覺得今日到線上都打嘴鼓講到你還有一個感想，其實大家有發現冇？看報業內啲相信朋友啊，不管啲訪問嘛個線上啊，好像然後講像怡芳老師營養師啊，就是我覺得很基礎就是少吃。然後不吃加工食品，默許讓大哥，然後均衡飲食，其實就這樣而已啊。就是這樣，唔過做唔到啊。因為講你好疫情當厲害嘛，哈，該新冠肺炎當厲害。其實佢所有新冠肺炎，因為有當然係強，有當然係重，因為好會重，該是因為偏下厲害嘛，身體的狀態。免疫力係老埋有關係。你食到任何東西是免疫力帶，好似嗆水水果嘅人，免疫力是好好。是講第一擺按一下下意思講，應該生活肥的原因，是不易注意。好，但幸福還是生活還緊上因啥冇問題。沒錯，因為就是病毒都是攻擊抵抗力比較差的人嘛。還有講到你啊，吼，最尾到睇下，挨咗摸一下吼。因為東因為講我整天都就是都不吃，就只吃甜點，這樣也不行。做唔得。最尾先生講到你啊，吼，夾來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基本應該係老古英語吼，乜嘅咧？先生啊，你都念咩？托配雪梨壽雪肉梅狂奶豆。老師，你真的很厲害，都強咩？肉梅啲麼？你肉梅肉梅出世只是道台，狂奶豆，我提一擺喺行道講，肉梅做唔得選到。有啦，特別我鋪講，肉梅嘅東西好食，冇選到，冇是裡面冇選到，咁好，即你是聽到哈，會係是快睇戲哦，有人是托配，我提一擺行道是托配配，和係咪提？記得偷冇選到，所以你是挑白嘅老古人留下來嘅，係自己要嘅土里。但意思是講，可能桃子可能熱量也比較高，會嗎？其實最主要偷嗬，唔係人們講，佢係會按啲水係冇法度走出去。但是你人會少呢，佢呢啲本其實嗬有紅東西，好嘅花青素，花青素不按啲要係冇法度吸收。了解，所以是你嗬係咪少？其實挑白講是肉梅可能比較容易上火啦，係講中醫觀點，所以你要寫信上講嘅，因為講來講去，誰到台高來講，其實食物很重要。你吃什麼食物，懂應該性體地圖，它就會有什麼樣的反應。簡單講起來是係安樣嘢，你要寫你見唔見老古人語哦？希望講大家做啲了解啲挑白人老古人留下來嘅智慧，也是蠻有意思的哈。係啊，是托配是梨壽，是肉梅狂奶豆，而且還有押韻，係啊，都有意思。你講你見唔見節目講到呢一件事？老大家來講，簡單來講。你講垃圾食物冇是聽到，嘿，然後菌病類食東西，然後都是都嗆菜、豆潤湯、配牛、配油sau是，其實是安用英，是簡單，嘿，唔過做唔到，肯定係等於講，等於做呢個，所以咧，同了別咧非常感謝陳志峰先生對到節目啲獨到大家嘅分享，嘿，講完到咧，祝福大家新年快樂，好冇？好，咁講完後咧，呢張又記非常繞牆先生對到兩片看，用因為咁配合咧，好，師母先生，好，聽聽下你大家。嚟做認同了。